对，再来回防。找人，谁的人？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。哪位？走，哎。走掉，走掉，走掉，走掉啦！ 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守谁啊？现在遇到守谁啊？一个哦，一个哦。对。半场找人，半场回头。进来。要抢啊！停摆。 然后在中间。2打1。哦，3打几？对，好球，还有。站好位，站好位。 好球！8，这边，打住！一定会背过，背过的人，2线的人要赶快帮忙。 帮忙 help， 那你自己的人背过，有没有责任要去跟着他？一定要有人跟着他。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呢，先把防守做好来，这样比较重要。了解我意思吗？背过代表你防守很差，你要自己知道你防守很差，所以下一次要跟到，不要背过，背过继续跟到之后呢再还原。 帮忙协防的人，帮忙协防的人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你今天背过了，你今天背过了，你的队友会帮你协防，但是要不要自己跟？他跟到之后呢，他再怎样还原？你再守你的教练队，来守谁换谁，快点讲一下。1、2、3，休息。好来，你们2个继续。 第2站。